统川普表示，即马美国掌控委内瑞拉，因也无愿意合作，无排除发动第二摆攻击。南韩总统李在明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合作备忘录，针对台海的议题，李在明表示尊重一中政策。台股冲破3万点，大起755点，收伫31105点，成交金额大约7658亿，历来第二多。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即马委内瑞拉上做主，川普讲是美国讲的准算。不过罗德里格斯可能无认同，美国出兵轰炸委内瑞拉，用毒品、恐怖主义这罪名，甲总统马杜罗押去纽约来审判。即马就是副总统罗德里格斯做临时总统，伊安怎无认同？这个人呢，就是罗德里格斯，伊伫电视演说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爱川普更甲马杜罗放出来，佮讲委内瑞拉未做美国的殖民地，好唔认同，川普会想办法，互你认同。川普讲，若无爱甲美国合作，无爱做正确的代志，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无排除发动第二摆的攻击。好，所谓正确的代志是啥物？川普要求委内瑞拉对期来爱对美国完全来开放，互美国摕到石油甲其他的资源来协助当地重建。也面对川普的威胁，这个临时总统哪像真样惊？因为伊的态度软气啊，也伊表示希望甲美国建立平行、互相尊重的关系。We're in charge. Have you spoken with her? We're in charge. 当记者询问委内瑞拉即马向做主，川普讲出有争议的回答，伊就是美国讲准算。美国的临时领导人副总统兼石油部长罗德里格斯面对川普讲无配合会有效果这个威胁，切实表示毋望会当建立平行而且互相尊重的关系。不过川普直接要求美国短期内对美国完全开放，互美国帮助重建委内瑞拉。Venezuela right now is a dead country. We have to bring it back. And so we're going to have the big oil companies go in. They're going to fix the infrastructure. They're going to invest money. 那安尼，川普嘛对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强硬表态，点名哥伦比亚总统裴佐阿互制毒未毒，佮讲这种恶质的行为已经挡未久啊。嘛讲美国一直拢准备好出兵协助墨西哥扫毒扫污。伫委内瑞拉境内有几6000个马杜罗的支持者，测试走上街头，拒绝变做美国的后花园，要求随释放马杜罗。libres y soberanos. Donald Trump no se va a quedar con nuestro petróleo. Rubio no nos va a gobernar. 目前流亡西班牙的反对派领袖贡萨雷斯，大家认同伊是委内瑞拉2024年7月总统大选合法胜选人。伊测时发布一段影片，讲是委内瑞拉的总统甲三军统帅，呼吁军方甲执法机关尊重顶一届选举所展现的人民意志。伊阁讲，马杜罗落台是国家真重要的转机，不过民主转型还有正一代志要做。首先是无条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嘛呼吁全国团结，追求真相、正义甲和解。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好，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翁仔某是去互美国压走，会伫咧台湾时间1月初6透早，用牵涉毒品走私等罪名，踮纽约来出庭。也川普伊下令对委内瑞拉展开军事行动，这个合法性就引起各界质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讲，美军这届行动毋是对委内瑞拉开战，所以无需要国会来同意。对画面当看到，伫真侪为美国毒品查缉人员的介护之下，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翁仔某初3暗时从押解到美国纽约曼哈顿的机场。落飞机了后，马杜罗甲因某的目睭眼拢互摕落来。即摆按算伫当地时间初5中昼12点，台湾时间初6的半暝1点，马杜罗翁仔某会因为美国指控走私毒品等等的罪名来出庭。委内瑞拉最高法院任命因的副总统兼石油部长丹尼西罗德里格斯做临时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川普测试公开强调，美国愿意甲马杜罗政府其他官员合作，希望美国会当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若准罗德里格斯唔甲美国合作，唔做正确的代志，会因为安尼付出凄惨的代价。This looks like it will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what's happening in Venezuela. This is not a clear triumph for democracy. It's certainly a terrible undermining of the rule of law.
不过，美国国务卿罗比奥初时强调，美军这个行动并不是对委内瑞拉开战，所以无需要经过国会同意。 It wasn't necessary because this was not an invasion. We didn't occupy a country. This was an arrest operation. This was a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 罗比奥指出，若准备改变美国甲委内瑞拉的关系，要先解决几个重要的问题，包含委内瑞拉袂当继续互中国、罗西亚、伊朗、古巴，还佫有黎巴嫩真主党的情报人员摕来当作活动的基地。委内瑞拉袂当佫互帮派成员大量迁入来美国，也袂当佫互毒品透过委内瑞拉对哥伦比亚流入去美国。委内瑞拉的国防部长罗贝兹初时批评美国绑票马杜罗翁阿宝，国家的武装部队已经进入备战的状态。 会保卫国家的自由、独立甲主权。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美国伫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永远未过受到质疑，这是川普的主张，伊用行动来证明。即马除了委内瑞拉外界分析，川普的野心毋若安尼，都有记者问川普讲：川普你敢会伫咧哥伦比亚展开类似的军事行动？川普讲听起来袂歹，甚至佮点名墨西哥甲吉林兰。 好，吉林兰，大家唔通袂记得川普有够想要爱吉林兰。到伫咧美国亚洲委内瑞拉，因的总统马杜罗一个假当工啊，川普就表示讲，为着国家安全，美国绝对需要吉林兰。也川普伊的幕僚因牵手，佮伫咧社群网络看吉林兰的地图，顶头是插美国的国旗，佮讲笋，意思就是讲囡仔念物啊，也这引起讨论。即马吉林兰是丹麦的，丹麦的总理就讲话啊，伊要求美国莫阁威胁朋友。 这是2025年9月，北约组织伫吉林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除了有吉林兰主权的丹麦，也包括冰岛甲挪威的部队参加。同款长期伫吉林兰驻军的美国，即届煞无参加这项大号北极光2025的演习，凸显美国甲北约的欧洲盟国伫吉林兰的问题有无共意见。 We need Greenland from the standpoint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nmark is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到伫川普声明美国需要吉林兰的前一天，川普亲信的政策幕僚史蒂芬·米勒伊的家后凯蒂，伫社群网站打有美国国旗的吉林兰地图，大文敢若一个单字诚紧，随伫丹麦国内甲吉林兰地方引起不满。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嘛大文应讲，美国想要提走吉林兰主权这个想法真正真含，伊要求美方随停止这种的威胁。目前伫吉林兰的军事基地主要有2个，伫西北边的皮图菲克基地属有美国的太空军司令部。 除了有会当互运输机甲战机起降的跑道，还佫有长程预警雷达，负责监控敌对国家的弹道飞弹，编制人力差不多150人。另外一个基地是西南边瓦近首府努克的联合北极指挥部，属有丹麦政府伊管辖，主要任务是海洋调查甲渔业活动的监控，相助人力差不多150至200人。针对川普政府真侪届指责丹麦对吉林兰防卫欠缺投资，丹麦政府2025年。 就表示，会扩编所讲的极地巡逻部队，佮建造也是采购新型的军舰甲无人机，加强吉林兰的防卫。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看转来到咱台湾，台股今日是开悬走悬，冲破3万点，大起755点，收伫咧31105点。成交金额呢，大约是7658亿，这个数字是历来第2多。而台积电咧起同款钱件人是起85块，收伫咧1670块。不过起的哦，拢差不多是台积电这 AI 概念股，唔是 AI 概念股的，超过700间这个股票拢是落的。而财政部政务处长黄清华表示讲，国安基金是会尊重市场的机制，袂压价台股，正式退场进前，未来未过。最高台北股市开盘时阵29779点，无到1点钟就随起到3万点，盘中上悬是30339点，小命收伫30105点，起755点，成交金额差不多7658亿，创史上第2大。台股大起主要是因为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630，盘中上悬1695，上秒收伫1670，起85块，市值超过43.3兆。今年呢，这个台积电的资本支出呢，可望再度的大幅调升。1月15号因为是台积电的一个法说会，所以股价呢是先上涨来做反应。
最后主要亚洲股市像日股、韩股拢收红，台股多头的气势是凊彩挡袂牢。这边企业包括台积电、鸿海、台积电、联发科等 AI 概念股。统计初五有251间起，其中23间起停，下半是有749间，其中有4间半停。因为国安基金已经护盘超过9个月，后礼拜一要开例会，市场直咧关心国安基金会继续护盘，还是退场？退场前都没有。什么时候退场？退场就要看委员会来决议。我们退场也不会说1天2天就卖掉了，我们要看市场的。好的，分析师认为，国安基金若是退场，是毋是互市场猜测，或者是担心起罪回档，拢爱考虑。因若美国掠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昂阿布的代志，大概就看股市是毋是有影响。因为委内瑞拉它在全球供应链的权重很有限，目前的这个事件除非就是说还有后续，要不然的话就是说引发这种系统性的这种股市的震荡机会是相对比较低的。专家认为，地缘政治会影响股市的波动，因股未改变趋势，台股基本面也是有动。过来 AI 宽达股敢会继续起，或者是会出现 AI 水波化的温忧，拢是影响股市的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提出离岛的建设条例修正草案，因为高府协商已经过1个月冷冻期，所以上见这礼拜可能就会来3读通过。也这个草案是讲包含金门、马祖这个离岛爱设置自由贸易示范区，也设置甲管理的办法是交予离岛的县政府用自治条例订定，就去予民间团体质疑讲是要帮助中国推动一国两制。我希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金门北山播音墙，放送出名的艺人邓丽君的声音，象征性甲远远看去都看会到的中国厦门话声，战地气氛已经豆豆提起。加上地缘的关系，金门离差不多2公里的厦门正在咧来去。为了促进离岛的发展，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离岛建设条例修正草案，上近这礼拜可能就会3读通过。不过，民进党团批评讲，安尼恐惊会造成国安的疑虑。尤其是金门陈玉珍委员的选区变成福建省的经济特区，以这个方式在经济上渗透台湾，在军事上威胁台湾。那也立委提案修正的离岛建设条例，其中上大的争议点就是第18条之一。整定金门、马祖等等离岛会当设置自由贸易示范区，也若设置甲管理的办法是授权予离岛的县政府以自治条例来定。颠倒去互民间团体质疑讲，这有替中国生产地的可能性，甚至是为着推动一国两制试验区来铺路。面对中国大陆民进党永远没有解方，只会说渗透啊。中国大陆它就存在在那里。他的经济行为就是在那里，他跟我们的距离就是这么近，很多事情就应该要去面对，要去解决。陆委会回应讲，两岸之间的人员、货物，甚至是金融的来去，拢应该伫咧两岸关系条例之下来处理。嘛讲到2013年，行政院要推动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草案，离岛嘛有下用。不过因为争议伤大，2016年就结束推动，相关的经验会当摕来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今日透早5点外，几天顶的是熊熊闪青光，袂少民众叫是死呐。不过气象署表示讲迄是会流星，包括台中、高雄、屏东、花莲甲台东，拢有记录到。一阵闪光对天顶滑落来，熊熊规个天拢正做青色的。初五透早5点21分，高雄寿山、基丁、莲池潭3大景点的即时影像镜头，拢记录到同款的画面。原地民众拢叫是咧死呐，后来斟酌甲看，发现那像是流星。不过那会遮光，尾也遮长，大部分去网络发现，那高雄包括台中、南投、屏东、花莲、台东，拢有看到一粒流星。登记推出天文教育的时势地讲，这是一粒灰流星。很亮以外，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火流星造成的烟尘在大气中持续了超过3分钟，这么久的烟尘持续时间是比较罕见的。对屏东湾就国小的流星监视器看得愈清楚，一撮快速的青光过后，伫天顶留下一条白线，大约3分钟久才消失无快。台北天文气象站讲，对伊的速度甲光度来看，这粒灰流星应该有篮球遐尼大。最近当是上限期做流星雨的观赏期，这粒应该是其中的一粒。只要是亮度大约达到
负4等以上的，我们就可以称作活流性。有的是偏白色，有些就是偏绿色。如果是镁元素比较多的话，它燃烧的过程中主要就是以绿光的形式。台北天文气象站表示，火流星平均逐个月会当看到2-3粒，不过要亲像这粒遐光遐大的，确实无济。爱看天星的民众，速度来测集，也阁有木星冲。这时地球甲木星离上近，是今年观赏木星上好的时间。记者李新武、柯宾泽、柯家族、柯昭勇综合报道。南韩总统李在明访问中国来到第2天，已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针对经贸、区域安全甲文化的交流呢来交换意见，签署合作备忘录。也针对台海议题，李在明表示尊重一中政策。甲规场超过400中韩企业家致意，南韩总统李在明访中行程第2天，再去出席韩中商务论坛，主要要扩大两国经济合作。 지리적인 인접성이나 역사적 유대 속에서 문화적 가치를 공유하고 있습니다. 또 인공지능이라는 미래 기술을 통해서 새로운 차원의 협력도 가능하고 또 함께 해야 합니다. 2年走南韩总统访问中国，包括3前会长李在镕等南韩4大集团代表拢做伙出席。李在明阁以港海共航譬如中韩两国，透过产业供应链促进双方发展。而且李在明是2个月来第2届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行前接受中国官媒央视访问时阵，李在明就搁再声明尊重一中政策。 우리는 당연히 중국의 가장 큰 현안이라고 할 수 있는 대만 문제에 있어서 하나의 중국을 존중한다는 입장은 변함이 없다라고 생각합니다. 期待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此次访问为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咱外交部回应，李在明讲法是韩国本来的立场无牵涉到政策改变，还是调整。国安团队研判，中国可能借由解除禁韩令，承诺中国官方客去韩国的策略，由南韩想要弱化美日韩加印太民主同盟。 在中韩元首会面，也甲美国攻击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时阵，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往生产战术导弹的军工厂视察，佮下令大幅提升产能，嘛亲身督导军方试射2粒极音速飞弹，讲是为了显示核子合作的必要性。 북핵 문제는 더 이상 논의하지 마라. 비핵화 부분은 절대 불가라는 일종의 한국과 중국에게 동시에 던지는 메시지가 담겨 있다. 南韩学者分析，这是北韩向中韩发出警告，嘛展现北韩坚定发展核武的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伊朗这边因为因的民众不满讲钱变薄，这个日子是真歹过，对去年的12月28就开始来抗议，所发生冲突，抗议到今嘛至少16个人死亡，超过580人红掠。伊朗的政府为着要安大民心，宣布未来4个月。 大个月会对所有人民发差不多是代表2里的收费。美国总统川普有话要讲，伊讲伊朗若果有抗议者死亡，美国会予伊朗上严厉的打击。 为当地商户不满货币出现毁灭性变薄甲通货膨胀，生活出现严重问题的和平抗议，扩大到至少10间大学的学生嘛加入，最后佫演变成全国性的抗议行动。伊朗的示威运动进入第2礼拜，冲突嘛一直扩大，示威者共同表达对执政者的不满，甚至有人佫发独裁者去死的口号。根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包括安全部队的成员在内，至少有16个人死亡。 超过580人去用逮捕。La première chose, on va remercier le peuple iranien qui s'est soulevé, qui sont venus tous dans la rue pour sauver leur pays, pour aider un pays de sortir de ce régime des mollahs qui est un mafia et qui est en train de pourrir la planète. 根据美联社报道，这个抗议活动已经予86岁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带来新的挑战。哈米尼为1989年执政到今，就伫个几个月前，伊朗才甲以色列发生12天的战争，毋但核子基础设施去用破坏，阁有真侪个安全精英部队的成员死亡。这个因素嘛，予伊朗政府面临经济压力。 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未来4个月内，每人每个月会得到差不多7美金，也就是代表220块的现金。
آقای رئیس جمهور دستور دادن که همه مردم این رقم پرداخت بشه لذا همه مردم ایران این رقم رو دریافت.伊朗这届抗议是伫2022年至2023年，确定做女子艾米尼去互人控告违反妇女服装规定，互掠去，搁伫羁押期间死亡以来，上大规模的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是警告，若是搁有搁较侪示威者死亡，安尼美国会互伊朗上严厉打击。Look, we're watching it very closely. If they start killing people like they have in the past,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by the United States. 伊朗的抗议活动毋但伫国内，还佫有几落百个民众伫法国巴黎声援。因讲希望伊朗未来最高领袖是由民众选出来，毋是由什叶派法学家组成的专家会议选出来。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巴基斯坦推动无现金的交易，因首都的传统市场一个贩仔有超过90%拢改用电子支付。好，用电子支付就是要爱方便，毋过巴基斯坦因的网络无稳定，你付钱颠倒，愈了时间。卖果子的贩仔当咧大声喊卖，希望啥人客看过来加买一寡。巴基斯坦的传统市场一礼拜敢若摆档一届，除了菜色果子、日常用品、香料、纺织品、甲杂货，伫遮拢买会到。而且为着要改善管理、减少污钱，互经济活动更较透明，巴基斯坦政府积极发展无现金的交易。这个市场总共有2743个单位，90%的生理人已经改用 QR code。消费者只要扫一个就当马上付钱，这嘛是巴基斯坦第一个转型成功的大型传统市场。ये गलत है, इस पे इनको देखना चाहिए क्योंकि अगर गवर्नमेंट ने एक चीज़ लगा दी है तो सबको उस पर होना चाहिए कि वही सब स्कैनर ही यूज़ करें क्योंकि हम वैसे भी तो टैक्स देते हैं ना, तो ये भी एक उसमें चला जाता है। अच्छी बात है कि हमें कैश नहीं देना पड़ेगा। हमें भी सहूलत है, ज़्यादातर तो आवाम की सहूलत है क्यों बाज़ दफ़ा लोगों के पास जेब में पैसा नहीं होता, ऑनलाइन जो है ना पेमेंट चली जाती है, अकाउंट में चली जाती है। ये अच्छी बात है, ये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अच्छी हिकमत अमली है, हम कह रहे हैं बहुत अच्छा है। 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伫2022年推出全国统一的 QR code 版本，提高支付的系统的互通性。不过有业者烦恼，有当时人客若济，网络说无稳定。यहाँ पे रश इतना होता है, इंटरनेट चलता है नहीं पास का। परसों चौथ परसों बाजार था, 3-4 गाहक ऐसे थे जो करना चाहते थे लेकिन इंटरनेट की वजह से नहीं कर सके, उन्होंने फिर कैश अदा किया हमें। इंटरनेट का इशू है, इसमें कोई शक नहीं, वो स्लो हो जाता है, आता नहीं है, टाइम लगता है। 虽然巴基斯坦政府展现推销数位化转型的决心，但是也有一寡问题需要解决，亲像农村地区的网络普遍性、甲基础建设的稳定性、安全性等等的问题，也是业者欠缺训练，对电子支付的流程无熟，也是对新技术的无信任，致使业者甲消费者要是就爱用现金支付。公司新闻深度培编译。越南塑胶垃圾逐当是产生超过100万吨，也回收场咧回收，有的这个作业的流程，所以制作大量的有害物质。回收塑胶应该是为了要减少垃圾，即马煞颠倒污染环境。工厂外口塑胶垃圾头壳亲像山，比咧分类的工人搁较悬。这是越南一间塑胶回收厂，来自全国各地塑胶垃圾，逐工拢会放载来到这，加好脆了后才搁利用。越南每一档拢爱制作差不多180万吨的垃圾，真侪拢会互这款设备甲技术拢非常简单的回收厂来处理。附近的民众真侪拢是伫咧遮食头路。不离个原本应该是爱减少垃圾、顾环保的回收厂，煞对环境造成伤害。The current way of recycling in such recycling villages like Minghai is not good to the environment at all. There is a strong need to move these recycling activities at least to the nearby industrial cluster or industrial parks. 越南回收产业的法律放正定，过程当中会产生袂少有害物质，无经过处理就排入去沟仔。有专家分析回收厂附近的溪水甲土壤，发现有大量的盐甲锑恶性，两个拢是致癌物。若官方的数据显示，当地居民的一期寿命比全国多差不多10年。若伫工厂做事的人，迄是较免讲。Được cái nghề này con là làm nó cóp lại. Mỗi năm thì độ 170 hay 100 thì dần dần nó cóp lại thì mình có tiền mình xây dựng được. Đấy, nói chuyện nói chung là như thế. Còn trẻ buôn bán gì sắt.
我你问别人đâu？钱大把人落把，对回收厂的员工来讲，因为着顾生活，嘛是爱继续上班，甚至有人的牵手已经着感啊，伊嘛是爱喙齿紧甲福安继续上班，替翁婿清医药费。塑胶真好分解，回收产生的排害，若要处理下来，着爱一大笔的钱财。虽讲这对政府是一个难题，但是嘛爱好好法律，才会当守护后代。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